Hello， 各位香港街坊，大家好，我係灣區管家 Owen， 訂閱我哋頻道灣區置業知多啲。首先咧，好多香港街坊咧喺中山睇樓，又要想有商業配套咧，又有想交通配套咧，屋苑又要有會所咧，又要環境靚啦嚇。咁首先咧，我哋今日所處嘅位置咧係中山火炬開發區旗杆新城片區嘅一個屋苑啦，就係我身後呢個紅隧一品啊。咁睇到我身後嘅咧就係一個水池啦，同埋一個步梯啦。呢邊後邊嘅樹啦，我啱先數咗下咧，總共咧係有16棵樹嘅。咁其實咧，我覺得呢個發展商咧都係好睇重風水呢一方面嘅。16棵樹咧都係代表住一路順，而且咧加埋咧水為財啊嘛。再加上咧我哋後邊嘅一個階級咧就係一個步步高升嘅一個寓意啦。首先咧我哋依家呢邊左手邊咧就係可以睇到咧有一個 7-Eleven 啦，同埋交通方面咧有一個公共巴士站啦。公共巴士站咧可以去到中山市區各個位置嘅各大商場嘅，包括咧我哋坐巴士1蚊雞咧可以去到我哋嘅中山最 top 嘅最新嘅一個商場啦，富日城 Top Park 啦。入邊咧吃喝玩樂、行街購物乜都齊噶啦。咁我哋右手邊咧1公里距離咧就係中山站，一個高鐵站嚟嘅。咁半個鐘頭咧可以去到珠海拱北過關澳門然之後咧北上咧可以去到廣州南嘅。咁廣州南高鐵咧直接轉車咧可以翻到香港西九龍嘅，講緊咧都係45分鐘嘅車程㗎咋。咁我哋依家交通同埋商業配套咧，目前講得係咁多啦。咁我哋依家事不宜遲咧，可以先去睇下佢屋苑入邊嘅環境啦。嗱，咁我哋依家咧就乘坐佢嘅一個扶手梯上去屋苑嘅一個大門口啦。據我所知咧，成個中山嚟講咧，有咁嘅扶手梯同埋有步梯嘅一個屋苑嘅樓盤咧，係非常之少嘅。首先咧，呢個係第一個啦，第二個咧係石岐金英廣場嘅一個金英半山花園咧，都係有咁嘅入門方式嘅。咁我哋依家入到嚟咧，可以睇到咧，成一套安保系統啦，全部係要人臉識別咧，先可以入去花園入邊嘅。咁我哋依家咧叫保安哥哥咧幫我哋開下門啦。大門口對住咧呢邊咧就係一個4000平方米嘅一個大會所啦。據說咧發展商咧係用咗3000萬去打造嘅4000平方米嘅一個會所啦。佢會所入邊有咩咧？有佢嘅一個室外泳池啦，同埋一個咧室內泳池啦。佢總共咧係4個泳池嘅，2個成人泳池，2個 BB 池嘅。入邊咧仲有會所啦、做尖嘅地方啦，同埋飲咖啡廳啦，都係有嘅，好齊全嘅一個會所。目前嚟講咧，成個中山嚟講，包括咧所謂嘅第4代嘅住宅啦嘅會所啦，都冇呢個齊全嘅。而且呢個咧有一個亮點就係咧，唔同於其他第4代住宅嗰啲會所，佢嘅會所咧係發展商自己去運營嘅一個會所，即係唔會話咧突然間走佬嗰種，所以咧呢邊咧就係比較穩定嘅，成個環境咧都係偏於東南亞風嘅一個度假式嘅園林嚟㗎啦。咁我哋依家入到花園入邊咧，可以望到呢啲樹嘅一個覆蓋率咧係非常之高嘅。發展商嘅呢度嘅屋苑嘅一個覆蓋率咧，綠化覆蓋率咧係去到38%嘅。咁我哋依家都可以感受到咧，入到嚟屋苑入邊咧都非常之開闊嘅，樓同埋樓之間咧係非常之開揚嘅，唔會話咧即係牽手樓咁樣噶啦，好似香港講嗰啲牽手樓咁樣嘅。咁我哋依家咧賣緊咧就係呢一座嘅3座對開咧就係我哋嘅一個會所啦，會所個景觀啦。喺樓上咧就可以望到會所嘅一個景觀，然之後咧對開嗰一座咧係2期嘅，因為我哋依家1期咧係清緊貨嘅，所以佢嘅價格咧都係非常之抵買嘅。總價咧係150萬咧可以買到1200尺嘅一個單位，有埋裝修現樓咁我哋後期咧，如果要想大單位嘅1800幾尺，即係180幾平方嗰啲啦，180幾平方嗰啲咧，嗰邊咧2期咧會有嘅，但係咧要10月份咧就開售。如果
對大單位或者對呢邊嘅2期嘅產品咧有興趣嘅，都可以掃我上邊嘅 QR code 去添加我哋嘅一個聯繫方式。我哋會俾到一啲詳細嘅一個資料俾你哋去參考，都冇問題嘅。但係示範單位咧暫時未開放，咁後期有咧，我哋都會私發俾你哋嘅。咁我哋再行翻呢邊啦，呢邊就係一個兒童嘅遊樂區啦。兒童嘅遊樂區都可以睇到發展商都係好用心去做開嘅。咁你睇到小朋友喺度玩然之後咧呢度咧仲有一啲休息區俾家長去睇住小朋友嘅地方啦。呢啲係細節嘅嘢，好多發展商咧係做唔到嘅。做唔到嘅，所以咧呢個發展商都非常之有良心噶啦。咁我哋等陣咧上去示範單位去睇睇，然之後咧去到嗰個我哋嘅會所啦，會所去了解下入邊嘅一個配置究竟係點樣嘅，有幾咁齊。我哋依家落去會所先睇睇。咁我哋依家咧嚟到我哋嘅會所啦。會所左手邊咧就係一個泳池嘅位置，係冇邊際泳池嘅位置啊。如果係要室內泳池咧，恆溫泳池咧，仲要入去少少。咁右手邊咧就係我哋嘅一個大型嘅做 gym 嘅地方啦。咁入邊各種器材咧都全部都齊㗎啦，已經。咁然之後咧，我哋再往前邊行，係一個咖啡廳。咁其實咧平時早上咧起床刷完牙咧落嚟做下 gym，然之後咧放鬆下游下水咁樣游完咧坐喺度 hea 下飲杯咖啡食啲小食，咁樣就係全新嘅一日就開始啦。咁然之後咧呢邊咧就係我哋去游泳嗰個換衫嘅區域啦。咁呢度咧就係入去嗰個泳池嘅位置啦。然之後佢恆溫泳池咧喺嗰度入佢係晚上咧到10點鐘嘅，一直開住嘅。咁所以咧呢個屋苑嘅一個配套咧係完全唔使擔心，而且呢個空間咧佢係發展商自己去運營嘅。所以唔需要話咧擔心佢係後期咧開咗一段時間自己就執咗走咗佬，都唔使擔心。咁然之後咧喺同樣嘅配套嘅情況下咧，佢嘅價格對比依家市面上嘅大細嘅住宅咧都係有一定嘅優勢。而且佢嘅會所同依家市面上嘅大細嘅會所咧都係可以話好打得嘅，唔輸任何一個大細住宅嘅一個會所啦。呢個而且係目前已經係運營當中嘅，唔會話係流花嗰種即係後期運營點樣呢個情況都唔知。咁依家實打實咧就睇到嘅係最真實嘅嘢啦。咁我哋等陣咧就直接上去示範單位去望望。咁我哋依家咧上嚟到呢個示範單位啦。示範單位上嚟咧，可以睇到成個電梯廳咧係非常光猛嘅。可以睇到2部 lift。然之後咧呢一層咧係4伙人。2部 lift 4伙。咁我哋依家咧行過去睇下佢嘅示範單位。首先我哋過嚟到走廊呢度位置咧，都係有個採光窗嘅，有個通風嘅位置啦。咁我哋依家首先咧先睇個110平方米嘅一個間隔3房2廳2廁。咁入門口咧可以睇到我哋發展商用嘅咧係一個子母門嘅設計啦，證明咧佢嘅入門口咧係夠晒大嘅，平時入家私大件嘅嘢咧都係好方便。咁然之後咧可以睇翻佢嘅鎖咧都係3合1嘅，包括鎖匙啦、密碼啦、咇卡啦、指紋啦，呢啲都係 OK 嘅標配。咁我哋依家入到嚟之後咧，右手邊係我哋嘅一個餐廳位啦。餐廳位咧後邊咧佢係做咗嘅一個係櫃嘅位置啦，同埋佢做咗好多啲插蘇啦，一個我哋嘅講緊嘅係對講系統咧，即係譬如咧聯絡翻我哋管家啦，有咩事情咧咁樣咧都係可以睇到嘅。而且咧佢屋苑入嚟嘅時候咧，即係有朋友入嚟揾你嘅時候咧，保安嗰邊咧都係叫你打翻電話示範俾翻屋主即係業主嗰邊咁聯絡翻佢先俾開門嘅。所以呢邊嘅一成套嘅保安系統咧都係非常之高嘅，非常之安全嘅。咁我哋呢個位咧，佢呢度擺咗一張長台4人位，其實咧成個位置咧係好闊落嘅，呢邊仲剩翻好闊嘅位置其實完全可以擺一張圓台坐個6個人咧，完全係冇問題嘅。咁我哋餐廳對翻呢邊咧就係我哋廚房啦，方便出入嘅一個餸啦。
呢邊咧佢係用咗一個趟門嘅平時交樓正常交樓咧係推開嘅一個門啦。咁我哋依家入嚟廚房可以睇下預留咗一個雙門嘅一個雪櫃位包括我哋睇到嘅一個交樓標準咧，一個3件套方體品牌嘅包括我哋嘅一個消毒碗櫃啦，然之後咧佢呢啲位置咧仲留埋一個洗碗機嘅一個機位俾你哋嘅一個一字形嘅設計咧係其實仲方便，平時煮飯嘅時候咧唔使轉嚟轉去咁樣咁樣更加方便，更加好操作然之後咧出嚟咧佢呢度位置咧其實仲有一個位嘅，就係我哋嘅生活露台。生活露台通常咧我哋通常攞嚟做擺嗰個洗衣機嘅位啦你可以利用翻成個一個空間。然之後咧呢個位置咧佢交樓嘅時候佢係冇呢個櫃嘅，咁佢係咧留咗一個凹位喺度俾你自己去設計。咁樣嘅話咧可以設計翻自己嘅一個中意嘅嘢啦可以擺翻自己中意嘅嘢咁去設計。咁我哋依家咧就嚟到客廳嘅位啦。客廳位咧佢呢個設計咧係做咗一個風窗嘅設計啦。咁樣成個客廳就變得更加闊落佢開間咧原本咧就係已經有4米嘅開間噶啦夠晒闊嘅擺梳化電視咧擺埋有好大嘅空間係。咁然之後咧佢封咗窗之後咧可以睇到出邊咧就好似一幅畫咁樣嘅一幅畫咁樣嘅。咁然之後咧我哋睇到嗰邊嗰個鐘樓個位置就係我哋啱先開頭講嘅一個金記酒樓嘅位置啦，開咗成30年噶啦。然之後咧仲有一個Coco City 啦，Coco City 之前係叫 Coco City， 依家改名叫天逸匯都係一個商場好大型嘅商場，係30萬平方米嘅大型商場嚟嘅。然之後咧佢呢個就做咗風窗設計啦。然之後咧因為晾衫咧就可能冇咁方便啦，咁然之後咧佢就做翻咗一個烘乾機啦，同埋洗衣機一體嘅同埋做埋個陽台櫃咁樣嘅咁我哋依家咧就睇翻佢嘅一個休息區休息區佢成個戶型咧可以睇到佢係由呢個廳咧間開咗，即係左右兩邊嘅我哋叫飛機戶型啦。飛機戶型咁樣嘅好處係乜嘢咧？咁樣可以做到咧一個主人同埋客人嘅一個干擾啦，咁樣咁其實咁樣嘅一個設計咧都係好有好處嘅咁我哋依家入翻個主人房啦。主人房咧係擺咗一個1.8米嘅床啦，可以做到3邊落床啦。咁然之後咧兩邊床頭櫃咧都可以做埋嘅。然之後咧佢呢個窗台咧都係做埋咗一個板可以平時喺度睇書或者係做下少少運動都 OK 嘅。咁呢度咧係一個套房啦，入嚟咧佢一個洗手間套房咧都係比較大噶啦。咁我哋依家睇翻其他2間房啦。呢間房咧係似我，但係其實佢唔細間房，係都好大嘅，有窗。然之後咧我哋呢間房咧係做埋咗好多嘅一個儲物空間啦、收納空間啦，睇到好多衣櫃咁如果冇咁多人住嘅話咧，其實咧都可以拍埋2間房都 OK。然之後改埋呢邊主人房，其實呢個都 OK 嘅，即係做埋一個套房咁樣2間房做埋佢都 OK 咁呢個係客廁啦。客廁咧一樣嘅有窗。然之後呢邊咧就係另外一間廁所，佢都係已經做咗櫃噶啦咁可以睇到成個空間都可以做到3邊落床同埋有窗台嘅，所以佢呢邊嘅實用率都係相對比較高啱先講嘅，如果你唔想嗰邊係做主人房平時人唔多住嘅話咧，咁我哋可以喺呢度咧可以做埋封埋起身做呢邊咧就做我哋嘅衣帽間都冇問題。然之後咧做埋一個套房咁樣更加好用。咁呢間示範單位咧都有賣緊嘅，咁如果有興趣嘅話咧，都係掃描上邊嘅 QR code添加我哋嘅聯繫方式，攞詳細嘅資料或者詳細嘅報價啦。咁我哋依家入嚟到咧118平方米嘅一個間隔咧，就係一個橫廳嘅設計。橫廳設計咧係有一個好處咧冇嗰個走廊位咁多唔會擠咁多走廊位嘅，係實用率係相對比較高啲咁我哋可以睇到成個廳咧係做到好闊落嘅，佢7米開間7米開間飯廳客廳咧都做埋一齊咁樣嘅話咧，其實中間擺翻一個梳化，係兩邊都可以用到咁樣嘅設計咧，其實都睇個人啦睇個人中意。
咁我哋再睇翻入邊咧，就有一個廚房位啦。廚房位咧，佢一樣睇到嘅係方太嘅3件套，全部都係交樓標準。然之後咧，留埋一個雪櫃位。出嚟露台呢邊咧就係望泳池嘅位置啦，望會所嘅位置啦。可以俾個鏡頭望一望呢度嘅感覺咧，就係翻嚟度假啊，就要有一種度假風嘅一個感覺啦嚇。咁平時喺度嘆下咖啡啊，或者晚黑咧飲下酒，咁望一望出邊嘅一個景觀咧，都係非常之舒服嘅啊。呢啲咪就係過嚟大灣區退休嘅一個優點咯，係咪？咁我哋睇到呢啲全部都係交樓標準噶啦嚇。咁入嚟到休息區，第一間咧就係我哋嘅一個洗手間客廁啊。客廁過嚟咧，呢邊咧就係一個廁所。廁所佢睇到每一個廁所咧，佢入邊都有飄台啊。飄台咧佢係唔計入契嘅，全部係發展商贈送嘅一個空間嚟嘅啊。而且咧，佢每一間房嘅景觀都非常之 OK。啊！呢邊呢間房咧都係廁所，都可以俾個鏡頭望望佢一個空間感。咁我哋依家嚟到呢間咧就係主人房啦。主人房咧空間咧更加闊落，唔使講噶啦。嗱，呢個空間1.8米床係完全冇問題，3邊落床啊，加埋飄台位啊，一啲位都唔會嘥嘅。咁我哋依家成個景觀咧都係望翻五桂山三環嗰邊嘅一個景觀啦。啊，而且咧佢都係做埋一個衣帽間嘅位置啊，做埋衣帽間嘅位置。後期咧自己做翻一個衣櫃就 OK 啊，而且咧佢入邊係有套房啦，可以睇到有個套廁嘅。好，咁我哋依家咧嚟到我哋售樓部啦售樓部咧我依家想同大家咧介紹下呢個屋苑嘅配套啦、地段啦同埋交通等等呢一方面嘅一個事情啦。咁首先咧我哋睇開呢個區域圖啦。首先我哋紅色嘅位置咧就係紅隧一品，係我哋屋苑啦。咁我哋門口啱先開頭嗰條路咧，濠東路濠東路咧往北走咧就1公里可以到呢個中山站啦。中山站咧30分鐘往南走咧係可以去到珠海拱北嗰一邊嘅然之後過關過澳門然之後往北走咧咁就30分鐘，亦都係可以去到廣州南站嘅。然之後咧就轉車高鐵翻去到西九龍，香港西九龍總共時長咧大概得45分鐘咁樣然之後咧，我哋依家濠東路嘅南邊咧接駁翻我哋宣文路呢個轉角位嘅位置咧，有個咧金記酒樓。金記酒樓咧佢嘅歷史咧都已經有20幾30年㗎啦。再上去咧咁就係有一個富日城 Top 8大概車程咧大概係4分鐘到就可以去到呢個中山最 top 嘅商場啦，都係最新嘅商場咁最一路咧係往東走咧，就係我哋一個假日廣場啦、金鷹廣場啦、人民醫院啦、人民醫院嘅一個醫療配套咧都係非常之完善㗎啦，都係3甲級嘅一個醫院假日廣場咧都係開咗好耐嘅一個商場啦。呢個萬象匯咧都係目前嚟講食旗區人氣比較旺嘅一個商場嚟㗎啦。然之後咧，如果係往西走咧，就可以去到我哋嘅一個火炬開發區嗰邊啦太陽城廣場嗰邊嘅一個交通路網。咁我哋一路咧往南邊走咧，就係可以去到一個中山路。中山路咧係一個東西貫穿成個中山市區嘅一個主幹道啦。咁我哋依家講完交通方面咧，咁我哋就可以睇下周邊咧，仲有一個教育配套啦，就係濠圖中學。濠圖中學咧都係目前嚟講咧中山嘅一個高等中學嚟㗎啦。然之後咧，佢屋苑入邊咧都有一個紅隧學校。當然啦，我哋好多人講香港街坊咧，可能買喺呢度唔會考慮呢啲教育配套，但係咧你要知道後期轉手咧，如果係轉俾大陸人，咁佢會首先咧係考慮學區嘅問題，咁所以咧對於後期轉手咧係有一定嘅一個好處嘅。咁然之後咧，周邊咧仲有幾大公園啦，一個係五馬峰公園，呢度過去咧大概係5分鐘到啦車程。如果係行路，大概係15到18分鐘就可以行到噶啦。然之後咧，仲有一個煙通山公園煙通山公園。然之後咧，仲有一個綠浪公園啦。呢啲仲係一個紫馬嶺公園啦。呢度
大概都係車程15分鐘以內咧就可以到達㗎啦。所以咧住喺呢度咧，無論你係衣食住行同埋你嘅一個休閒，都完全可以滿足得到，只需要15分鐘。呢度對面馬路豪東路呢度咧就有街市，即係後頭市場啦，後頭市場都會有嘅一個完整嘅配套，所以呢邊嘅生活咧都係非常之方便嘅。我哋依家咧就步行到我哋依家沙盤位置，沙盤位置咧同大家講下成個一個屋苑嘅一個分佈啦。首先咧我哋可以睇到成個屋苑咧就13座樓組成嘅，然之後咧我哋依家賣緊嘅咧就係一期呢個位置。咁我哋依家所處嘅位置咧就喺呢個位置啦，售樓部位置、售樓中心位置，蛇北呢個位置。咁前邊一期咧總共就有7座樓嘅，在售單位咧就係我哋嘅110平方到110平方同埋163平方米嘅。咁然之後咧佢嘅一個屋苑嘅設計咧非常之有亮點嘅。首先咧屋苑同埋地面佢係抬高咗6米去建設嘅，證明咧我哋嘅所謂嘅1樓就相當於人哋普通屋苑嘅4樓嘅位置啦，所以咧我哋嘅採光咧就係有一定嘅優勢嘅。然之後咧售樓部呢邊呢一條街咧全部都係發展商自持嘅商業街嚟嘅，總共咧係有2000平方米嘅商業街。呢邊咧自持嘅有一個好處咧，頭先講到啦，就唔會話清一色嘅一個業態，咁樣嘅話咧就對於我哋業主嘅需求咧就更加豐富啲，然之後咧我哋可以睇到咧入邊大門入去咧就係我哋睇嘅一個會所位置啦，4000平方米嘅一個會所。咁然之後咧有公里環繞屋苑嘅一個人工跑道啦，平時食完飯落嚟跑下步休閒咧都可以嘅，冇問題。然之後咧我哋依家在售嘅單位咧就喺呢個位置啦，3座呢個位置，3座呢個位置咧呢邊咧就係望翻泳池會所呢邊咧就係118平方米嘅呢邊大露台，然之後咧往嗰邊南向嘅就係一個110平方米嘅一個單位，依家全部都係帶裝修出售嘅，然之後咧10月份咧會加推，大概係10月份咧會加推呢邊2期2期嘅，然之後咧亦都全部都係現樓，所以依家買樓咧買呢邊嘅屋苑咧又會更加放心啲啦，唔會驚佢爛尾啦，呢啲全部係實打實睇得到嘅，眼見為實。然之後咧我哋依家清緊呢一期啦，所以咧我哋依家呢邊都做緊一啲比較大嘅力度嘅一個優惠啦，交8800蚊就可以享受咧全屋嘅家私電器全部有埋，包括咧依家咧仲有一個8800蚊送埋一個價值15萬嘅產權車位，呢個唔係吹水，依家清緊1期嘅貨尾，如果有興趣嘅掃描上邊嘅一個 QR code 攞詳細嘅一個資料。咁最後咧總結下呢個項目啦，我覺得咧佢咧有幾個比較明顯嘅一個優勢咧。第一，位置咧係一定有優勢嘅，靠近咧中山站，同時咧受益於深中通道啦，對於灣區出行比較方便嘅。第二咧，居住品質咧係比較突出嘅，低密度大社區，而且係現樓，可以直接感受到真實嘅居住一個環境啦。第三咧，戶型選擇咧亦都比較全面，110平方同埋118平方嘅改善型嘅一個單位啦。但缺點咧亦都要講嘅，火炬區咧雖然咧有發展潛力，但係目前咧生活嘅一個成熟度咧係同石岐或者東區嘅核心區域對比咧，仍然咧需要一個時間去發展嘅。如果你係香港朋友咧，想退休換一個生活方式咧，重視環境嘅，或者希望咧交通方便，接近深圳嘅香港嘅，同時咧接受改善戶型嘅住宅定位，呢個項目咧係值得去了解嘅。但如果你更加重視低總價上車或者短期投資回報嘅，就需要再比較其他嘅選擇啦。買樓冇一個答案適合所有人嘅，最重要咧係根據自己未來嘅生活規劃咧去選擇。想要了解更多中山、珠海、大灣區嘅樓盤資訊咧，記得關注評論區留言，我幫大家咧去揾個適合自己嘅一個屋苑啦。最後咧，大家記得點讚、關注我哋灣區管家頻道，我哋不定時咧會出一啲片咧，提供俾大家去參考。咁我哋今一期就講到呢度，拜拜。